后来乡亲啊，高雄的菜市啊，租一个单位只要10块，而且是租1年哦。只要写这个客位书，交予高雄市政府，都有机会用10块来租到单位。安尼一来，会当予更较侪少年人来创业，嘛会当来带动着菜市啊，佫活起来。愿意的摊商嘛真欢迎。买鱼买肉也有青菜，来到菜市啊，新鲜种类多，介绍嘛公道。不过社会习惯改变，菜品人潮零零清清，像安尼空空的单位愈来愈多。个危机就是转机，高雄市府针对公有市场推出计划，像安尼一家单位咧，月租金2000块唔免，青年朋友直接互你当身来介绍10块银，而且也个是足足一档。10块钱的租金哈，你就可以使用一个摊位，然后发挥你的创意和你的巧思哈，装点你的这个营业的场所。其他摊商虽然租金较悬，不过这项计划若是当重现先机，伊嘛真欢迎。来当鼓励少年人入来遮共同打拼做生意。我们人潮多的话，人家自然就一直会进来。即马来西菜市啊，大部分拢是靠年轻人，这摊商的年龄层呢，嘛是愈来愈悬。就希望高雄市府的新创意，会当互旧市场助力一个的新活力。